魔術，喂，即刻學啊！我想講其實原來已經拍咗3年呢個魔術即刻學㗎啦，但係我係冇話俾大家聽點解要拍呢個魔術即刻學。原來咧已經係好耐之前已經寫咗本簿度，呢個3年之前寫嘅。其實呢個魔術即刻學係一個 gamification，其實呢個魔術即刻學係一個 gamification 嘅遊戲學習系統嚟嘅。如果我將啲魔術講到好複雜咧，好難明，好多理論，好多條件，你要學 misdirection 啦，學 timing 啦，學呢個 tension 啦，學呢個 sleight of hand 啦，你係覺得好辛苦，唔會想學落去嘅。就係因為咁樣，其實我係想，因為學習本身 learning is fun 嘅嘛，我覺得學習係應該有趣嘅，所以就拍咗呢個魔術即刻學系列，令到大家提起嘅興趣。一路以嚟都有好多大朋友小朋友睇咗我嘅魔術即刻學系列啦，我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，會繼續拍更加多魔術即刻學嘅短片嘅，希望你繼續支持，記得 follow、like、comment 啊！我係香蕉王子 Magic。